香港將致力爭取於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，但係要實現呢一個目標，除咗極具挑戰性，亦需要一個好宏大嘅計劃。究竟香港做唔做到呢？思匯同合作機構更新咗氣候政策分析工具《香港能源政策模擬器》，建構屬於香港最新嘅減碳排放情景。研究發現，雖然香港正按計劃邁向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喺低於攝氏2度嘅氣候目標，但估計將於2029年超出將升溫控制喺攝氏1.5度內嘅應付碳預算。其實政府喺過去10年有長遠嘅氣候政策規劃，但係政策嘅制定同埋實施往往要花好多年嘅時間，所以報告建議政府增訂2030年氣候目標，推動各行各業採取行業行動，以及制定2035年後嘅氣候政策，以力爭於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歡迎 click 入去 bio 條 link 睇下啦。